少女画像细细密密的线条好细致，需要点好奇心才能发现画中巧妙。我要不跟你说，你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透明亚克力刻出来的作品。原来是像这样一点一线全手工雕刻出来的，功力在放大镜下的那一头凝聚，钞票上的樱花钩吻龟、国父像等等，还有邮票上的图样，也是如此慢慢琢磨出来。从中央印制厂退休的孙文雄最满意的作品是花3个月完成的总裁身影。像这张，是给看得出来是谁吗？坤斗松面，看起来很面熟。央行总裁彭淮南吗？啊，答对了。千称技术不是唯一，孙文雄在绘图中激荡灵感，创作出透明亚克力立体雕刻画，从纯粹的雕刻师傅变成艺术家。你看这个作品是一个很小的作品，但是你会觉得它的味道非常的美，可以是非常细腻。秀出珍藏，孙文雄称它做黑色震撼。亚克力上正反面雕刻，衬上黑底就有强烈的立体效果。凹版雕刻在他手上玩得透彻，吸引对岸大陆学生跨海讨教。看我的部落格，因为他很喜欢这种艺术、这种技术，但是苦无这个学习的资料跟老师。部落格上拜师学艺，大陆弟子创作的奥巴马获得好评。孙文雄50年雕刻技艺，先在海峡对岸开枝散叶。不管他一不一画，这个技术是我一辈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，支撑着我创作也好，精神的支柱也好。把传统的技术升华成为艺术，孙文雄用执着继续刻画，也惦念着这西洋艺术会不会在台湾失传。色金毛，看到松面，色金毛，看到松面。